来关心，镜头转来讲来，中华电信的工会是不满劳退的新制度实施18冬来，头家人拨钱的比例拢一直是6%尔。所以若讲因按照安尼算，伫同一间公司，员工总共选新制，因的退休金却无够选旧制人的一半。所以昨昏有去开刀陈情，嘛要求政府爱修法，退休金的提拨比例爱提悬到15%。游行的队伍甲写提拨15%的气球向总统府的方向撒去，叫政府都要重视劳退新制实施18年来提拨的比例上加条件，依稀伫6%。未来少年一代退休的生活，恐惊是真歹过。16年，看一下雇主收入提缴的部分75万，不到我们旧制的1/3，非常的少，对不对？伊公司目前上届资深，下用劳退新制员工提拨的薪水来看，伊伫遐做工课16年，头家提拨金额是75万外。工会认为讲，这年来物价大起，依持这款的比率并不合理，已经向资方提出劳资争议调解，无排除用罢工来争取权益。劳资争议调解不成立在案，我们将启动后续的行为，包括举办罢工投票。如果罢工投票过的话，我们一定会实践我们的罢工。劳动学者分析，退休金都是较慢付的工资，头家提拨的金额等于是未来工资。当初劳退新制伫立法的过程当中，定出提拨的比例6%至15%的规范，都是劳团甲企业主无共识才定出来的。工会会当向头家争取提悬提拨比例，等于是争取加薪水。多数雇主用6%最低来提拨，劳工也没有在要求了哈。那因为我们企业工会实在太少了。学者分析，这些年来真少看到台湾企业工会主动向头家争取提悬提拨的比例，真欢喜看到有工会顺管道提出劳资争议的调解，在法定提拨的范围内争取家己的权益。对工会讲无排除要罢工，中华电信表示，因为提拨的比例涉及政府修法，目前并无回应。记者综合报道。